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求其煮嘅頻道啊！嗱，側邊呢個唔使點多介紹噶啦，佢叫做余夫人，深圳通嚟嘅。今日咧，佢就帶我去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喎。我都係出於好奇心想去了解下，加上我又單身咧，好適合去呢個地方嘅。我哋而家咧，深圳4號線少年宮站 F1 出口，直行就得噶啦，唔好轉彎。跟住大概行5-6分鐘到啦。好，我哋go出發。呢度就係蓮花山公園啦。我哋而家喺呢個位置啦，咁沿住呢條小路行，玫瑰園上春閣應該唔會好遠嘅啫。我哋沿住咧左手邊呢條小路行咧，應該直去就係嘅咯喎。原來好熱鬧，好多人嘅喎。我哋分頭行動啦喎。好，轉頭見。82未婚，高1.61，生活碩士，哇碩士都有喎，黨員喎。我教師嚟嘅喎，有房冇貸，有車，收入穩定喎。哇！佢對對方有咩要求咧？全日制，本科及以上學歷。佢哋本科意思咧，即係大學畢業啊。年齡咧77至84，高1.7。咦？好似要求又唔係好高喎。獨生女，84，未婚，1.64米，本科學歷，即係大學畢業啦。係做教育系統工作嘅，戶口喺深圳，有房有車冇貸，品階矛盾，父母都喺深圳市退休嘅，搵年齡相若，本科及以上學歷，佢有良好嘅個人素養，有一定經濟基礎，人品性格佳嘅男士牽手一生。呢個後生啲嘅，89年，1.68米，研究生畢業，港員，深圳交中教師，性格開朗，喜歡睇書，東北女孩，三口之家，冇負擔。咁佢要求咩條件呢？未婚，高170以上，本科及以上學歷，年齡相差不多，工作穩定，冇不良嗜好。我睇咗好多80後女士嗰啲要求咧，其實都唔係好高要求嘅啫喎，因為佢哋全部都35歲以上啊，所以可能佢哋唔敢要求太高啊。咁我轉頭咧影啲後生啲嘅女士要求會唔會係要求高啲咧？好，我哋睇下90後咩要求先。嗱，呢個98嘅啦，咁就係27歲，未婚，廣東大學畢業，外貿企業上班，父母喺深圳經商，有房㗎。咁咧佢徵求啲咩咧？未婚男，93至99年，高172以上，學歷大學，收入穩定，要求唔係好高㗎嘛。呢個93年即係32歲啦。咁咧佢要求係咩咧？88後，身高1.78以上，碩士以上學歷喎，深圳有獨立住房，身心健康，3觀正，哇！呢個要求好似有啲高喎。佢有咩背景咧？咁咧就係本科985大學，碩士香港畢業，金融行業工作，3觀正，收入高 ，OK。自己南山區都有房有車嘅 ，OK。但我發覺呢度嘅資料咧，最後生都係去到90後嘅啫，冇00後嗰個範圍喎。我總結一下咧，呢度有咩吸引到大家嚟嘅地方啦？咁就係咧，佢真係好多資料俾大家睇到嘅。如果大家係有心咧揾對象嘅話咧，呢度其實係真係可以幫到你嘅。但係都要自己約佢出嚟見咗面先知，同佢形容嘅實情一唔一樣咯。你知㗎啦，即係講就講到可以好勁㗎嘛，出到嚟可能唔係嗰回事㗎嘛，係咪先？今日咧好多謝咧阿余夫人啊，帶我嚟探秘啊，係啊，咁又了解多啲相親角啦。今日節目咧到此為止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